有关环境的消息，咱要来看，即马已经是2024年的12月份啦，离2025年敢若剩上尾1个月。不过后面的气象监测机构统计上新的数据显示，2024年会当讲是确定是历史上上介热的一年，嘛是温度上悬的一年。而且这嘛是有记录以来头一届咱全球平均的温度比工业化进程还阁较悬，略是1.5度。即马极端气候是影响全球每一个所在，有真侪研究拢已经证实，无论是做大水或者是烤化，这天灾拢是因为人类的行为所致使的气候变迁。美国纽约曼哈顿伍德山公园的野火烧未停，英国北部是因为风暴落大雨、做大水，真侪命体拢引起灾情真惨重。全世界暖化情形愈来愈严重，欧盟气候变迁监测机构举办年气候变化服务报告讲，2024年是全世界有记录以来上热的一年。And at this point in time, so with 11 months of data for 2024, we are now virtually certain that 2024 will be the warmest year on record. 温度偏悬的情形会一直到明年初，温度增加的幅度也超过摄氏1.5度，是工业化革命以来第一遍。科学家本来一个希望环性型现象会当让地球降温，尾后这种情形无发生。A full-fledged La Nina event has not formed yet, and it's likely based on the model forecast. It's likely that if there's any La Nina event that forms, it will be a weak one. Or there may not be one at all. 暖化和天灾更加接发生，极端天气今年扫过全世界各地。意大利加南美洲拄到严重的烤化，墨西哥加沙特阿拉伯出现热天气，美国加菲律宾受严重的风灾。另外，联合国最高公布的报告讲，全世界有3%的土地比30年前更加打扫。造成土地生产力降低，粮食的产量、生产食物的供应拢受影响，造成区域粮食无安全。2.2 billion people is living in dry lands, and given the projected evolution of population and the projected evolution of aridity, it is projected that probably will move to more than 4 billion people affected by this. 因为烧炭、用石油加天然气，造成碳排放增加，大气层温度增加，和地面的水分蒸发的速度会变紧，地球上生物会当用的水变少。若是全世界暖化的情形继续，到这个世纪结束，恐惊有要加50亿人，包括生活伫咧欧洲、美国西部、巴西、东亚加中非这寡所在，拢会受到严重的烤化影响，比2018年再加1/4。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